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。今仔日翻点过2点半的时阵，气象署已经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。头一个受到影响的所在，需要警戒的是台东、屏东、甲恒春半岛。也那台东的兰屿、甲花莲、和平、甲天祥是已经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。也那这个风台可能会为高屏沿海登陆，为对南部影响会较明显。不过，这风台行的路线可能会阁有变化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。中度风台山道离愈来愈晚，路线有小可向西边偏的情形。东半部的南屿、绿岛甲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影。海上风台警报的警戒范围，阁新增加东沙岛海面，因那归人北海岸、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大雨也落嚟停咧。气象署今仔透早2点半发陆上风台警报，警戒范围台东甲恒春半岛。整个外围环流持续在影响到花东地区，像目前又有一条比较明显的强对流持续从东部近海移到花东、恒春半岛、兰屿绿岛。像这种强对流过来的时候，可能都随时造成时雨量50到60毫米的短延时强降雨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三道里变强阁变大，北风宽扩大到200公里，也阁行足慢，向西北方向刷震动。接落来2天有可能增强到中度风台进步，也阁是不是变做强烈风台，也阁要观察。也那雨是主要落伫咧中央山脉以东边的区域，因为路线继续向西边偏，有可能伫高屏沿海附近登陆。过去路径是有稍微西修一点，所以它原本是从那个恒春一带，然后变成适应高屏的沿海。因为它有西修的关系，所以可能在南部地区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明显。未来路径还是会有些调整的空间，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持续做观察。伫咧南部地区高屏落雨的情形，可能会到局部豪雨的顶级，影响正大。目前上大的变数就是拜2到拜3，风台经过台湾的陆地到东方近海这段过程。速度依然有无确定性，所以南部落雨的情形当时较和缓，也搁爱看。但是民众一定要做好防范风台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目前咱台湾9个县市已经发布会有大水雨的特报。咱来看分图。今仔日各地天气是无啥稳定。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甲恒春半岛，也阁有大台北的山区会落阵雨，其他的所在嘛会落沙巴雨。那金门甲偏湖是侪云好天的天气，因为这风台山多日东向台湾伫外来，东半部的海面甲巴士海峡的风影明显有变较大。兰屿甲绿岛可能会透10至12级的强阵风，那山区嘛要注意可能会有石头落来，或者是水崩山的情形。另外，今仔日时啊，标列台中、彰化是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，有的所在温度会到36度以上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天气变化。